气候变迁影响到南极企鹅的生态，其中较介意寒冷的阿德利企鹅数量是大减，也若较爱温暖气候的巴布亚企鹅，伊的数量颠倒是有回升，即马已经转做是无灭绝危险的物种。 发出一种咕噜咕噜含叫声的巴布亚企鹅，群住伫伫南极的科研基地附近，无用伫扑卵要饲企鹅囝。巴布亚企鹅，各分叫做是金刀企鹅，目睭顶管有一块真明显白色的斑，喙的两边敢若抹胭脂，这么奇怪佮特别的外形，互大家叫伊白麦道长。伊嘛是企鹅家族内面收上紧的物种。最近巴布亚企鹅的数量是稳定增加，目前全球有77万4000只，2018年已经对境外的名单内面除名，解释作是无危物种。中国科学家最近伫南极附近的阿德莱德岛考察，发现巴布亚企鹅的数量确实是增加，岛上的树已经到8000个。可以看到，它这个企鹅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小的这样一个繁殖群，或者是底下那种连成片的一个大的繁殖群。然后像这种小的群呢，我就可以就是人工直接去数，而对于比较远处的那些比较连成片的企鹅繁殖群，我就需要去飞无人机。但研究人员嘛发现讲，最近岛上的阿德利企鹅数量大减，目前因的数敢若剩200个。科学家推测，阿德利企鹅较爱生活伫南极较寒的环境，巴布亚企鹅较爱较温暖。规年平均气温伫-5度左右的亚南极地区，因为全球暖化，南极的冰暂时融到真紧，对阿德利企鹅的生存较不利。另外，禽流感的疫情目前嘛传到南极洲附近的群岛，已经有200多只企鹅去活着死亡。禽流感的病毒有可能继续拖过去南极洲，对已经受到暖化威胁的企鹅物种造成冲击。公司新闻张平平编译。